歡迎大家嚟到咖啡星人。揀咖啡咧，其實咧就同揀生果咧係一樣嘅。睇處理法咧就知道咩風味噶啦。等我用5個秘訣幫你揾出你命中注定嘅咖啡咧。第一個咧，日曬法，甜到漏嘅首選啊！連果皮曬足3個星期，飲到果乾嘅甜同埋淡淡嘅酒香。曬乾咗嘅果肉咧，仲可以放喺鞋櫃吸味。係一個好好嘅天然嘅除臭包。如果你中意酸嘅咧，就要揀第2種水洗法，剝皮沖水發酵，有果汁感清爽。水洗法咧，想慳水咧，就要揀雨林聯盟認證嘅標籤，佢咧確保咗咖啡種植過程中咧水資源管理符合呢個環保嘅標準。如果怕酸啊，試下第3種嘅蜜處理。保留咗呢個果膠嘅風乾，白蜜咧就有呢個甘律啦，清甜風味；紅黑蜜咧就有呢個焦糖同埋蜂蜜嘅濃郁感。蜜處理咧就專醫治呢個選擇困難症嘅患者啊，佢哋係水洗同埋日曬法嘅完美結合，保留咗水洗嘅明亮酸質同埋有日曬嘅飽滿 body。如果大家中意探險嘅咧，咁就要試下第4種嘅厭氧發酵，用呢個密封嘅罐就慢焗，隨時咧就有驚喜嘅，可能咧就會飲到呢個荔枝或者乳酪嘅味道。最後一種咧就穩陣之選啦，就係半水洗法，快速咁樣沖水同埋帶住啲果膠一齊曬，果仁嘅甜同微酸咧就最平衡噶啦。例如呢個印尼啦、雲南豆啦，經常有用呢招喎，揀佢哋咧一定啱你嘅。最後咧，大家可以 cap 低呢張圖，就唔使驚揀錯咖啡豆啦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